大家好，我是西公杨仔花百合花的主唱，我系做仪式。阮的乐团百合花已经出3块唱片啊，内底有一个小金蕉啦、拜六，还有万事美妙。你若是对阮的这个创作有想要更加搁较了解，就会使看咱的心所爱的歌。我觉得艺硕是一个很喜欢刺激的人，就是我们可能在讨论一个 demo 编曲的时候，那可能听到第一版已经觉得哇这个蛮酷的，对，就是你这想法很酷，或者有时候可能第一版已经是一个即时舞拍，但是在这个可能一起在编，我可能就打了一个版本，然后给他听，然后他可能会问说这边可不可以再加一个什么，还是这边可不可以再试试看什么？就我觉得他是一个蛮直觉型的人吧。就是我觉得他虽然他不是鼓手，可是比如说我们在沟通鼓的时候，他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我说他想试什么，然后或者是可不可以再请我试试看什么，然后我可能就又打一个版本这样子。在编曲的时候，就是变成说我也不知道他要干嘛，然后就会变成我要跟他讨论很久，对，因为他这个东西实在太大了，对，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要试着找到我们要走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或者是说我们到底怎么样编比较好，就是我觉得这个是算前几年的时候算蛮多摸索的这样子，对。我觉得他有时候会突然丢一个音档到群组里面，然后什么话都不说。对，听一下这样。我是会主动问他啦，我会去想要跟他聊说，所以这首歌你在写什么？就我可能也有我的猜测，对，但是我会主动想要了解他想讲的。就是例如说，你原本就知道他要写一个情歌，然后你就会往那一边去。可是如果你一开始不知道他要干嘛的话，那你就会单纯用音乐性来想这件事情。对，我觉得这个有一个差别，所以我通常不会自己去问，除非他有先跟我讲。对。林艺硕虽然你是一个艺术家，但是莫伫遐操蛋。林艺硕，爱记得加崩哦。最近你已经比我还瘦了，这样子你头发又长，发质又好，又这么瘦，已经太美了，不用再美了。你敢有闻到怪味，充满伫咱的空气，大家拢无去甲注意，这是足危险的代志。会予咱暂时麻痹，会予咱渐渐关系，会予咱相看欢喜，予咱规组嗨嗨去。无代志，无代志，予别人去处理。无代志，咱无才调做主意。辛苦家己。你敢有闻到怪味？规厝间拢是，你要完全失去理智，这是真恐怖的代志，会予咱暂时麻痹，会予咱渐渐关系，会予咱相看欢喜，予咱规组嗨嗨去。无代志，无代志，予别人去处理。无代志，咱无才调做主意。无代志，想想做才。
插伊，爱心顾好家己。小看欢喜，互咱贵族爱海去。互别人去处理，咱无才调做主意。想做点过去，我插伊。我先顾好家己。赶紧来欢迎百合花乐团主唱人，也是负责作词作曲的林义硕医生，一些欢迎。大家好，国真你好，我是百合花的艺硕。是啊，万事美妙，百合花新的专辑，不过吼，真正要请你先来甲阮讲起。但这个乐团内底，你负责作词，负责作曲，负责主唱。是。啊，包含讲，阁有微奏，阁有遗音。对。因无共款的乐器，甚至我有发觉讲，传统乐器汉人人落草。各这款的，另外你阁有调人来对无？对。小甲阮讲一下，讲朋友中间安怎样分配工课好啊，因为一开始这个歌拢是我先开始做嘛，啊，大家在做伙编曲安尼，啊，阮的团员就是因为我本身有学北管甲南管，甲对这传统音乐拢就有兴趣的，所以我就会伫咧编曲当中，我会负责去思考讲，这个传统的物件要怎放入内底。啊，我就有一个好朋友叫做阿红，啊，伊就是会替我分鼓吹、拍锣鼓安尼。除了我对传统的这个热情以外，需要这个现代的贝斯加这个拍鼓的，加这个声听起来是最后是爱有这个 rock 的感觉。所以移音加微奏就是嘛是最重要的安尼。上早是甲微奏开始算，啊，因为迄个时阵我咧读大学，啊有熟悉到一个传统音乐系的朋友，啊伊拄啊好咧教微奏，微奏搁咧读迄个高中尔，啊因为伊知影我咧找贝斯手，啊就讲我有熟悉一个弟弟，要来试看觅无，所以伊就是按高中的时阵，伊就会为新竹坐客运起来台北，甲我耍即个乐团，啊嘛活足久的，所以变做即马拢就有默契安尼。啊，落尾甲伊欣熟悉是2020年的时阵，啊，因为伊欣伊是上起初是学架势的，所以因为学架势的乐手，伊的耳仔训练拢较好，就是较会听别人。啊，因为我是家己一开始是学吉他、学 rock 的，啊，阮 rock 的人就是家己弹了足欢喜的，啊，拢无咧听别人，所以我甲伊欣合作着。嘛学真多，因为伊就是会感觉讲哦，即马的声是较水的声，伊就会较轻力；啊，即马是爱较赶紧的，伊就会吹较紧安尼。就是要安怎讲？就是阮即马这三个人组斗阵，就是默契足好的安尼。成绩嘛足好的，咱看到百合花一块的专辑，真正无论金音奖，无论金曲奖，大家拢真肯定。讲起来吼，咱做音乐的人，安尼是。心灵上较满足的，就是感觉运气足好诶。其实上一开始咧做的时阵，我会记得我一开始就是开始写足侪台语歌的时阵，其实我嘛无感觉讲我要发展这件代志，是一个足好的朋友，伊问我讲，即马政府有迄补助会当请，会当
有互你经费，互你做专辑。我就讲袂啦，我写这要让有人要听。啊，就讲哇，你的歌遐多，你就我甲你倒处理你物件等互我，咱来做伙写安尼。结果摕到了后，后来得奖，我就感觉，原来毋是我想的安尼，因为我本来想讲，我写的物件嘛，主题嘛毋是讲大家一般伫咧市面上听到的物件嘛，我搁写台语，就奇奇怪怪的编曲。就对家己讲，应该讲我对家己的物件是最有自信，但是我对这个市场是感觉应该无路吧。结果就是，所以讲得奖对我来讲就是感觉讲，有人是欣赏咱的物件的，所以就会有较侪气力，然后感觉讲我会使继续做这个代志。当时艺术，搁有身躯边遮的团员竞斗阵，表演的机会可能无即摆遮侪。恁是安怎样互相支持行落去？一开始无感觉即个会发展嘛，所以阮就四界去足细间的live house 嘛表演，还是比如讲甲别人，阮是讲拼盘啦，就是讲几个团斗阵表演。定定有迄个团，就是比如讲因的听众较侪，咱到阮要演的时阵，有的时阵传统音乐搁走落去，你就听到观众讲，哪会是即款音乐，就行出去安尼。就是无几个，搁有一摆是迄个空间甲阮讲，你的今仔日来的人数伤少啊，所以等于讲无钱啦。因为因的有一个规定，比如讲今仔日来的观众听众若伤少，应该讲爱超过一个人数了后才开始分钱，伤少就无。所以较早就感觉大家哪会拢毋知影欣赏咱的即个音乐安尼。但是嘛是感觉足趣味的，就感觉讲虽然讲无得到真侪奖项，但是阮嘛是逐摆嘛想讲我阮后摆安怎表演搁较好。虽然讲迄个时阵感觉无啥物听众，无啥物粉丝，嘛是足拼的，就是四界演一直有咧写新的歌。支持者侪少。无定着啦，歹比较。对。毋过百合花的支持者拢真坚定，拢真热情呢。是，就是虽然讲，甲足穿的人比起来，虽然讲无介侪，但是我感觉阮有真侪听众拢是听了足深的，听了就是要安怎讲？我定定会拄着一寡听众，伊就甲我讲，我感觉恁今仔日演即个版本足赞的，因为甲顶一个版本倒位无共款。我真介哇！你听甲遮有安尼，所以就足感动的。就是虽然讲无介侪，但是定拢会有一两个人来讲因的感想，听起来就感觉讲即个大家真正拢有足斟酌咧听我的作品，就感觉足感动的。迄叫做艺人，真正即款的热情，即款所有的支持者的反应，都是支持咱向前行上大的力量。我听咧讲。毋是讲偌大名声，毋是讲偌大利益，是迄个徛伫舞台顶，迄个光彩。是。家己还未写新歌之前吼，家己较介意，较热爱倒一寡乐团，还是讲倒一寡前辈者因的作品。我上初期就是先感觉到我想要熟悉较侪台湾的物件，因为我细汉时阵其实拢听西洋的较侪。上基础就是听咱即个新台语的运动遮的人。伍佰、陈明忠老师猪头皮老师，这的歌，尾就开始搁听一寡日本时代的台湾歌，比如讲周天王还是讲后来光复了后，即个郭金华，我嘛足介意。即马就是有美秀嘛，无望合作社，还是讲叫我能真侪灭火器嘛，足侪拢是。变做讲，足侪款的即个风格啦。因为阮拢是即个时代的人嘛，所以阮讲的台湾话，可能要安怎讲？因为大家家庭背景无共款，所以互相听着，知影你会用即款词，这是我毋捌的。你会去写即款内容是我毋捌的，就定定拢会去看别人安怎写词，就会讲要安怎讲？
就是互相进步这个感觉。忽然间发现身躯边，全部拢是不言不语。天理踮倒位，我心内非常怀疑。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人无地位，无地位求名利，一大堆人想袂开。颠倒思维，为着要坐大位，上天害你，无讲道理，无照天理，无照家己，恐惊破灭，会去看着鬼。忽然间发现身躯边，全部拢是不言不语。天理踮倒位，我心内非常怀疑。一大堆，一大堆，一大堆人无地位，无地位求名利，一大堆人想袂开。颠倒思维，为着要坐大位，上天害你，无讲道理，无照天理，无照家己，恐惊破灭，会去看着鬼。颠倒思维，为着要坐大位，上天害你，无讲道理，无照天理，无照家己，恐惊破灭，会去看着鬼。因为确实有的团伊嘛会写台语歌词，毋过吼听到大多数咱会感觉调调，但是百合花写出来的词，你的作品内底吼一点仔都无互这个感觉，拢感觉安尼话句也好，用词也好，拢足自然的。是啊，其实我咧讲台语，大家即马听呀，感觉我咧讲的时阵就会调调，啊，所以我就感觉我会就想要进步嘛，所以我就定定，我就爱看较早的物件，比如讲吴乐天广告，还是比如讲猪高粱，还是我就爱看迄个陈松勇较早咧做戏，啊，就会去研究讲，因是安怎用什么词，安怎用即个语法的。啊，我定定写词，我就是几个版一直改，啊嘛会拢经一寡话句出来，啊问好朋友啊，我即马念即个听看觅，看即个台语安尼讲起来怪怪无，还是问阮老爸老母，即个词安尼用，人敢会安尼用？啊，就是安尼一直安尼来来去去，啊哪扣安尼，啊最后伫咧发行进程，搁咧想讲，即个词安怎会搁较顺安尼。足侪遮的歌迷伫 YouTube 下底写二老话，拢写甲讲吼，即个团一定爱互穿，一定爱互红。你想讲今日甲阮唱，
怪味，是。这嘛足特别的一条歌。其实这条歌还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就是咱这个要安怎讲，流行台语歌有真侪用这个，譬如讲探戈这款舞曲恰恰这个物件。啊，我就想讲，即马外国有咧流行一个或者 reggaeton， 就是为雷鬼这个音乐编出来的一个节奏。我想讲用这个节奏来做一个跳舞的歌。啊，因为较早有迄个，你敢有听到落雨声？啊，我就来，你敢有闻到怪味？怪味这个歌就是想讲，阮即马伫咧派对 party， 啊，一个人讲，你敢有闻到怪味？就是阮即马要安怎讲？阮即马定定有足舒适啊，足快乐的这个状况嘛，啊，就会有人甲你提醒一寡代志，感觉足恐怖安尼，所以我就甲用这个舞曲，啊，有一个人甲你提醒这个对比，我拢是用你敢有闻到怪味充满伫咱的空气，大家拢无去甲注意，这是真恐怖的代志。艺术写真侪歌吼，在我听来，那亲像拢咧共提醒代志。真侪歌词拢是伫万事美妙的情景下底，讲出一个较悲观，也是要爱你斟酌、要爱你注意的情景。哦，是我听到，这甲你的背景、甲你过去所成长的过程，敢有牵连？我应该是讲，我定会对一寡代志有足侪意见的。啊，上起初咧写就会较批评、较歹。啊，即马愈想愈侪了后，就会想讲，有的时阵我会用足侪问句的疑问啦，就变做讲这个疑问嘛会使是针对着我有意见的人，嘛会使有的时阵嘛佫倒变做来问我家己。所以我唱啊，感觉我家己是毋是嘛有即个问题？啊，就感觉足趣味。所以其实阮即马万事美妙这张专辑内底有足侪疑问的话句啦。过去听你真侪歌，明明都是真快乐的气氛，但是你会共写一个讲拜六，毋是干那听我放音乐佮做伙落地个。明明都是好亲像讲真刺激性的一个环境，最后你讲出来是早知莫投胎。是万道，你比我较好业，是这个互人感觉听到，好亲像讲对着身躯边的环境有不满，也是有批评议论的角度。我相信讲这甲艺术啊，过去成长也好，也是讲伫社会咧行大的过程，加减减，你讲的会产生意见，拢有牵连。是，细汉拢学画图嘛，啊，画图就会拢对这个艺术家，还是讲美术馆这个作品。足介意啊！其实大家毋知平常时若有去美术馆，就会看到讲，其实即马现代的真侪艺术家，拢有足侪对社会，也是讲对即个咱讲即马资本主义，还是啥的，拢会有足侪批评。啊，我咧读大学的时阵，就是嘛是读美术的，啊，阮就会讨论真侪即款的物件，所以我就是拢定对足侪代志拢有我的意见。啊，到《万事美妙》这张专辑了后，我就想讲，因为我前一阵啊，拢有替别人写歌，比如讲大练的啊，比如讲李千娜，比如讲9M88。啊，替别人写的时阵，就会讲想讲，因的角色，因的，阮即马讲人设嘛，因的角色是啥？因互公众看到的，一般是卖互人伤侪压力的，还是较快乐的，还是较娱乐的。啊，就会想讲，我要安怎写词会当符合因的即个角色，所以就开始讲，其实我嘛会使试看卖，莫写遐悲的歌，莫写遐批评的歌。当然，国真你看，你嘛听得出来，其实嘛是有批评在内底。啊，只是讲我会当安怎，搁变做搁较要讲较悬级嘛，还是讲另外一款方式的批评，对啊。片头我互朋友听这条拜六。真罕得有台语歌词安尼写，当然过去有，毋是无，较罕见。较少。啊，你原来是调工，要用入声，要用听我放音乐做伙落地乐，还是写，自然咧谱出来。应该是讲，其实我咧写台语歌的过程，拄啊好，就是我开始想要把这个语言学好，所以我就一开始有写一寡较像囡仔歌的物件，哪学哪写嘛。啊，就感觉这个入声。其实伊念起来就有节奏的，啊，因为较早台语歌较无
要安怎讲，较袂讲足有节奏感的。啊，因为即马拢足侪即马个复古807年代的日本的这 City Pop， 这其实就是来自美国的 Disco 甲 Funk。这款音乐伊就是有一寡后半拍，也是讲一寡长长短短的节奏。我来想讲，其实咱台语咧讲的时阵，嘛是长长短短，就是伫咧即个入声的所在，伊就会雄雄较短嘛。啊，想讲挑工来算即个物件，所以我其实有另外一条叫做假幸福，嘛是用即个短。拜六就是讲，因为我就是嘛是甲即个背景设定伫咧舞池当中，大家咧跳舞，所以拜六。因为即个 DJ 即个行业，若是咧歌厅、舞厅放歌，拢是一定是拜六礼拜。我咧想讲用即个拜六，大家放假的感觉，佮拄啊好拜六，听我放音乐。如此不停的遭遇，发现一阵人穿乌衫，举手电，光线伫安静黑暗的空中飞舞，我心内咧想，心内咧想。光凄凉，身边的秋天红，发现人家的门口埕灯乌灯，有查某人的衫披伫遐晒月娘，我心内咧想，心内咧想。假使我是一个女人，敢会有，敢会有无，敢会坚定。假使我是一个女人，会变成啥物款的处境？头鬃长落落，不敢去剃头，恐惊会去予熟悉的人认出来。假使穿查某人的衫，加做会讲，我心内咧想，心内咧想。那就唱，何必艰苦找我？搁再丢拄正久的时间，才决定头摕两领花样装，下次，我心内咧想，我心内咧想。假使我是一个女人，敢会有，敢会有，无敢的坚定。假使我是一个女人，会变成啥物款的处境？
啊，有真侪歌迷年岁可能无定比你较轻呢，因的反应是啥款？因为我就爱足侪款音乐的，有介意我就想要放入去我写的歌内底。比如讲，我嘛是伫咧大学的期间开始学传统音乐，啊，就是咧学传统音乐的时阵想，即个北管即嘛，即个鼓吹的物件，敢会使放入摇滚内底，还是讲我即嘛学南管即个唱曲的方式，敢会当用伫电子的音乐内底，啊，佮加上迄个时阵想法嘛足侪。就是看到啥物代志，啊，听到啥物，啊，就拢甲要安怎讲，甲舞做伙看会变出啥物好耍的物件。啊，就是真侪听众，伊虽然讲对即个台语，也是讲对传统文化，伊无一定有了解，啊嘛会感觉讲足好，因会介意听，安尼就是，虽然讲无一定因会因为安尼去学，啊，至少即个物件佫愈侪人听到。对啊，就袂死去安尼。我足诚意甲你讲，足侪人吼是利用传统音乐，其中2、3项的成分来做样的，但是你完全毋是呢，你是玩真的呢，足顶真的呢。有兴趣啦，因为一开始就感觉讲，我是音乐做音乐的嘛，那我嘛想要了解台湾有啥物音乐，啊，结果开始学了，发现我哪会逐项拢足有兴趣的。啊，这不时路是阮第2张专辑，这是出乌空要安怎讲，就是宋书的时阵北管咧用的一个bài子。啊，我就感觉足趣味，因为这个大家毋知听这个不时路，你毋知会想到倒啥个字啊？啊，有的人是抄写讲不时，就是阿弥陀佛的迄个不啊不时路，啊有人个写不时路。啊，我是看上早的，其实就是写，就是咱国语讲不是，啊，就感觉这2个安尼看起来就趣味的，就是即马你要送人离开啊，到底是这不是路不是路，还是不是路？啊，这个就是我就足介意这款查袂清楚的代志，啊，就颠倒互阮有足侪思考安尼。厝人对你做这个工课是啥物款的态度？阮厝内底，阮是3代住做伙，阮阿公阿嬷、阿哥、阿姐、爸爸妈妈甲我一个大姊。就是先讲即个台湾话好啊，就是阮阿公阿嬷就是干那讲台湾话，但是其实咱咧厝内底讲的语言是足限制啦，就是讲嘛毋是讲足限制，应该讲拢是甲咱平常时生活有关系的台语嘛。甲老爸老母就是习惯拢应该真侪台北人拢是安尼，老爸老母甲你讲台语，你甲应华语安尼。所以就是即个台湾话即个物件一直拢伫身躯边，是甲差不多大学才开始讲要甲学堂的。音乐呢，就是阮老爸最爱听音乐的，所以伊拢听足侪西洋的歌、老歌、新歌、摇滚的乐团的，对我影响足大。所以我就是我甲阮姐姐嘛是自细汉就足爱斗阵唱歌。我就一直感觉讲我未来有一天我嘛想要写歌呢。就一直甲即个高中大学才开始写。自我开始做即个音乐的时阵，阮厝内底的人嘛会感觉奇怪，你哪会大家咧耍的是较新的嘛？你哪会去学这北管南管？因为其实除了对这拜拜，还是讲对传统的物件较有伫接触的人以外，对传统的物件拢有足侪无好的印象。譬如讲，会感觉顶头可能感觉足差的，还是讲感觉迄歌戏我细汉咧看到无爱看，就是有一款可能因为咱就是现代的物件入来足侪，所以。就会无理解讲你遮少年你哪会去学迄？但是我就是足有兴趣，所以我就坚持一直学嘛。后来真正甲即个传统甲现代的物件变做一个听起来变做传统的人听嘛感觉趣味，即个一般无咧接触的人听起来嘛趣味的时阵，自然厝内底的人嘛会感觉讲，即嘛这听起来敢若较完整，敢若较伊会了解讲是安怎我会学遐个物件，
就是变成讲一开始想讲你学迄要创啥，啊了后变出即个新的出头了后，会讲哦，原来你学迄就是在做这个，啊，佮加上因为有一寡有得奖啊啥物，啊因就会较了解讲，因为这是因无了解的物件，啊变做讲得奖的，互因知影讲哦，原来即个恁即个行业的前辈会感觉讲即个物件是赞的，所以会知影讲。透过即个物件，知影讲我咧创啥呢？这个中间感觉，因为你做音乐这个工课，造成互相中间有吵嘴，还是意见袂合的时阵。应该讲因会感觉讲，因栽培我咧学美术嘛，感觉讲，你拢读到大学，读到博士，毋是博士啊，硕士，会感觉讲，你。这嘛真自然嘛，因为因栽培我做这个代志，感觉讲，问你到底是安怎拢咧变吉他，变这个传统音乐？我有去学传统的戏曲啥，伊就感觉讲，奇怪你，毋是应该爱向这个阮讲视觉艺术、美术的这个方向。其实我嘛拢顺利毕业吧，只是讲因嘛会知影讲我的迄落要安怎讲？我的重点拢放伫咧音乐，伊嘛感觉讲会足好奇的嘛，所以加减减的感觉讲，你到底是咧变啥？安尼。你感觉顿甜过，感觉丢过，还是感觉反悔讲哇，我过去都爱甲我的同学倒转去行同款的路？其实袂啦，因为我自细汉我就有家己的想法，所以。要安怎讲？我就感觉我即摆要做这，就是要做这，所以其实较自嘛会使讲较自私，就是对家己想要做的代志，我就是要做，不管即摆人讲啥，对吧？南管是倒一项，互你一着，感觉讲哇，真正安尼爱坚持甲学落去，因为伊内底某一个特色就是足吸引我。那以南管来讲，好，因为我南管是我头一个学的物件，因为迄个时阵嘛那在学台语嘛。南管足趣味的是，伊会甲即个，伊足重视你的家字，你的发音，因为你爱甲你念甲足长的。比如讲，虎为功名，伊个虎为功名，就是你要安怎讲？你的字头甲中甲尾拢足重要的。所以我咧学的时阵讲，哦，哪会遮趣味？这因为听别的音乐袂去甲一个词扭甲遮长。南管的特色就是，就算讲伫咧全部的戏曲内底嘛是，即个足特殊的。所以迄个时，因为我最爱唱歌，我嘛是主唱嘛，所以学这个时阵，我的老师或者吴素霞老师甲黄瑶慧老师，就是甲因学足侪即个念词啊，甲唱曲的方式，我就足介意。So
为着今日的节目，艺术特别选一条周天王老师的作品《西北河》。是。你真喜欢这条歌，嘛真喜欢台语的老歌对无？对，我这条歌的头一个版本是郭金华老师唱的。我就喜欢伊的歌，因为伊的歌真多，大家拢知。因为我有一个兴趣，就是我爱去学看这个人，我就喜欢这个人。伊佫有啥物歌是大家特别袂记的？因为大家拢上知影是小肉粽嘛，佫有其实佫有为虾米，佫有即个饮食之歌拢足好听。我想讲，我今仔日有机会会当上国真的节目，我要来唱一个即马较罕的人唱的《西北河》。因为内底就是咱知影西北河拢会唱的囡仔歌，西北河直直路。就即条歌就是西北河但是伊内底嘛有台湾民谣的即个要安怎讲壮声词内底，丢童啊，啥物拢伫咧内底。我就感觉即条歌足趣味。而且我拣的即个编曲是来自有一个歌者叫做丁代，伊的版本就是搁较活泼。因为变做讲，我嘛就爱唱较悬音的，因为丁代伊是查某囡仔嘛，所以伊的就是较悬。我足介意郭金华，但是我无法度唱伊迄个足水的低音，所以我来唱一个查某囡仔的版本安尼。唔难呢，我知影唔难，敢若西北河呢。你对所有遮个老歌吼，拢一直咧摸啊，一直感觉讲迄个时代的红的歌，台语尤其是歌词，一定有真侪吸引力的所在，对无？对啊，我就介意一个白牡丹，因为伊就是我拄仔头先有讲南管的迄个家己牵甲较长的白牡丹，就是白牡丹笑稳稳，嘛会当学着笑稳稳，即嘛较罕的人咧讲，就拢足多啦，就是因迄个时代的，你凊彩摕一个出来，比如讲拄仔讲饮食之歌。日落乌西山黄昏时，寒冷东风阵阵起。我拢足欣赏讲，哇，哪会有法度用即个热水的感觉编曲，写即个足有古早味的遮个词，对啊。因为即马咱咧写拢是较白话的，会感觉因较早的人就算是写白话，嘛是有一个气质伫的。那是伫咧传统的音乐内底发挥，个人感觉讲。艺术甲百合花这个乐团，是真正讲，互现代少年家感觉，无论作词，无论作曲，音乐内底用到乐器，拢安尼遮看，嘛有一个感觉真神奇的所在；遐看，嘛有一个互人感觉真着惊、真欢喜的所在。迄是大家对百合花足娱乐、足肯定的，就是讲吼，唱真济要讲的话，伫作品内底。是乐器的部分，就是因为我咧学。南北管虽然讲我拢是以唱歌为主，只是讲甲大家咧学的时阵，大家乐师啊，就会知影讲这号做卡卡弦，这号做北管鼓吹，就会去研究讲北管鼓吹甲咱国乐的安怎无共款，还是讲南管就是会有一寡比如讲咱有南管的即个二白。就感觉讲我要安怎放伫即个现代的遮个乐器内底，搁互伊会互人听着感觉即个去，算讲透过我的音乐介绍遮个音乐有偌好有偌水，遮个乐器有偌好听安尼。所以就是我就想讲我迄条歌已经有南管，我即条歌要来试北管，我即条歌要来用念歌，要来用即个用乐器，即个用啥，就是。会想要互即个逐条歌听起来拢有无共款的刺激，还是讲即马大家特别袂记的遮个乐器，其实嘛是开足侪时间咧编曲啦。因为阮有制作人或者小个郑个军，甲阮的团员，甲我迄个北管的好朋友阿红，阮就是一个共一条歌会有几个版本。就是大家听，会知影讲，头一个版本的倒一个部分爱留落来，倒一个爱改，安怎安尼，就是几个版本听，看倒一个上顺，上顺以外嘛爱有保留，就是我拄仔讲的即个比如讲深色的感觉，还是刺激的感觉，还是讲遮个传统的特色，敢有表现出来安尼。
我嘛想要听艺术小甲阮讲一个，相信讲伫咧学南管、北管这传统音乐的过程中，你嘛接近真侪这老辈艺人。是，阮咧学北管的时阵，在教阮读谱的老师叫做曲辉英老师，老师嘛是有得新传奖。老师就拢真严肃安尼，就是因为我感觉伊就是对北管这个物件真重视。我阁有学即个身段，学戏曲。我咧学即个戏曲的时阵，我的老师叫做刘玉英。伊是去年离开。伊是一个足严格的老师，伊用逐摆甲伊上课的时阵，伊就拢足严肃，伊定甲我骂安尼。伊就讲，比如讲伊头一摆，伊就会示范一摆互我看。落尾就是逐摆来，伊就会讲，来你做一摆互我看。印象上深就是我定下要我还袂错误的时阵，伊就先甲我画。毋是迄边，因为已经看出来我咧丢图啊。就讲毋是迄边啊，伊讲来，我搁做一摆互你看。做，我就讲老师是咧歹势啊，歹势，逐摆这毋是歹势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你就是无用心。就是拢安尼，伊就甲我讲哦，伊就是专工要教阮即个物件，伊就希望讲阮爱用心学安尼。就会想到较早咧读国校还是国中，就是迄款教育的方式。其实迄就是因迄代的人，伊真感觉你即个学生是看得起来，伊才会安尼，对啊。所以我咧甲伊学的时阵，就是我即马因为伊即马离开啊，所以我就定下拢足思念伊的。我迄个 Facebook 的相片嘛是我甲伊的合照安尼。伊毋若敢若教咱骹步手路，教咱乐，教咱艺，伊一定有咱教咱真侪做人。是。因为因较早吼，真正是完全拢无人支持，无人探，无人查，直江湖安尼流出来。所以因的人情义理，我相信现此时少年家愈甲因接近，嘛愈会当体会。这就是啥？我相信讲，这就是台湾人的作风，台湾人的人生观啦。曾阳明先生捌甲国情讲伊亲身问《望春风》这条歌的作词家李林秋老师讲奇怪，你哪会去写迄个果然飘滴面目白？结果李林秋老师甲讲，无阮日常生活就安尼讲啊，表示讲头拄艺术咧讲，咱现代人的台语一代接一代一直退化。现代人咧讲的台语已经真侪词已经拢无去啊。对啊。咱爱骨力认真倒转去捡。别甲配即马足用心咧做，就是即个代志。莫讲白牡丹啦，讲一个啊，百合花即个团名，原来甲你学美术有牵连对无？是，因为阮较早就爱画水彩，画遮个素描遮个物件。我就爱画花，尤其是即个西宫洋花安尼。我迄时阵高三的时阵，想讲我要来做一个 YouTube 账号。想讲我要用本名嘛好啊，我来用一个乐团好啊。虽然我干那一个人，想无来用这个百合花，这个西宫洋花来号名，对啊。其实迄个时阵无特别的想法，只是后来感觉这个名嘛袂歹，因为大家会当家己去想，你嘛会使讲这是毋是台湾族的花，还是讲这是甲啥物运动有关系拢会使，还是讲你要讲这个花的。花语是讲足清气的，啥物，就是拢好，对啊。但是拄啊好嘛，即个花甲台湾嘛有关系嘛，因为台湾有家己的品种。艺术甲阮开讲足欢喜，讲来到遮吼，我嘛要请你，已经连续发来到第3底专辑，万事美妙，烹出一盘菜，希望讲台湾社会也是全世界的歌迷。对这块专辑内底看到什么款的百合花乐团？除了就是传统的部分，就是希望讲我会当甲遮个我介意的遮个物件，用一个搁较快的心肝来去介绍遮个比如讲台湾歌，还是讲遮个传统的旋律。
影响我，了后我搁写出来的物件，用就是讲搁较快的心情去互看有法度吸引搁较侪人无，因为就是拄仔讲着较早的物件较个人，较侪生气的物件，较侪不满的物件，看要用啥物款无共款的方式来分享我真侪的想法，甲我想要分享的物件。感动，听艺术讲遮济，我嘛相信，国政啊对台湾社会上界有信心的一项，就是台湾人真公道，认真的人会得到人肯定的普发声。今日艺术专工来到节目中，我嘛邀请你伫心所爱歌镜头头前，甲世界的电影明星同款，印一个魂对你表示敬意的手艺。艺术请。好。艺术请坐，请坐。感谢，实在要写的歌写袂完，要做的工课做袂完。假使我是一个女人，听讲这条歌甲白色恐怖有牵连。对，较早有一个政治受难者，伊叫做蔡志远，伊就是咧秘警察的时阵，伊男扮女装。我看到这个故事，感觉讲，其实较早早期的知识分子，伊嘛甲咱同款，就是有一寡无同款的烦恼，嘛有一寡无同款的想法。只是讲，咱定定看到历史，伊拢会出一寡可能甲即马的社会较有关系的人出来讲。但是这个其他的看起来敢若无重要的人的故事，我就感觉，我感觉真值得提出来，互大家知影讲，其实较早的少年人无一定伊干那是对政治就有理想，伊可能嘛咧思考伊家己男扮女装这个代志，所以我就甲伊所写的字甲翻做这个歌曲。有影，每一个人心内所想的代志，咱拢共款的好记，咱拢共款要甲变做，互搁较侪人理解的话句，是，搁较侪人体会得到的歌词。甲伊所想开讲真好，咱共滚段落下回，爱搁安尼定定来相逢，定定来做伙，心所爱歌下回再搁来开讲。伊所想多谢。将家己等现实。